長期食煙嘅朋友注意啦，想要將我哋黑色嘅肺清理乾淨，其實十分之簡單。今日咧，我嚟教大家一個方法，唔需要去戒啲咩煙，就可以將個肺清理得比後生仔仲要乾淨。嗰啲每日要食翻半包煙仔嘅街坊朋友睇過嚟啦，你哋嘅喉嚨係咪硬係有痰黐住，吞又吞唔落去，咳又咳唔出嚟，喉嚨一直又痕又痛，有時候仲會扯晒大氣。如果你都有上邊講嘅呢啲情況，咁今日呢個方法你記得認真收藏好，多啲煲佢嚟飲啦。我哋準備好呢幾樣嘢：羅漢果、桔紅、陳皮、甘草、茯苓、雪梨乾，加水煲佢20分鐘就可以攞嚟飲啦。每日飲翻3到5次，就好似我哋平時飲茶一樣咁簡單。堅持一段時間之後，你嘅豬肺就會清理得乾乾淨淨啦。你嘅喉嚨係再都冇痰黐住喺度，亦都唔會咳到黐肺，就連你嘅呼吸都會順暢起嚟。有需要嘅街坊老友記得安排起身啦，大家可以自己準備材料，自己嚟煲。嫌麻煩又或者唔知道比例嘅，可以學似我哋咁買呢種提前搭配好嘅免煮茶包，每一袋都係用料上乘，科學配比，真材實料又有保證。每次一袋直接用滾水沖嚟飲就可以啦，簡單又方便。堅持飲翻一段時間之後，你肯定會翻嚟多謝我啊！商家正喺度搞緊大活動，一餐早餐錢就可以買到1大包，入邊整有10小包。有需要嘅街坊老友馬上點開下邊嘅呢個鏈接，帶翻屋企試下啦，希望可以幫助到你啊！